大家好，我係6D 班聶寶彤，我係6E 班陳貝兒。今日國旗下講話嘅主題係永賢孝師，孝師為則。永賢孝師強調咗孝道嘅重要性，我哋應該常常喺心入邊思念同埋尊敬我哋嘅父母。孝師為則強調咗要喺日常生活中實踐孝道，通過行為嚟維持呢份敬愛。呢句話強調咗孝道嘅永恆價值，鼓勵我哋不僅要心存孝師，仲要喺行為上去實踐，從而將孝道傳承落去。呢個不僅係對父母嘅尊重，都係對家庭同社會嘅一種責任。董永嘅故事係中國古代孝道文化嘅重要典範。董永係東漢時期一位孝子，佢賣身葬父嘅故事傳遞咗孝道嘅重要性，並成為後世崇敬嘅榜樣。董永嘅父親去世，家中貧困，無法為父親舉辦體面嘅葬禮。董永非常孝順，決心要為父親提供一個體面嘅安葬。為咗籌集喪禮所需嘅金錢，董永決定賣掉吊仔，成為一個奴隸。佢喺市場上將自己賣給一個富人，希望可以用賣身所得嘅錢為父親舉行一個體面嘅葬禮。董永喺賣身後依然保持住對父親嘅思念同敬愛，佢嘅誠心同孝行感動咗周邊嘅人，甚至包括佢嘅主人。董永準備為父親舉行一個喪禮嘅時候，一位神師被佢嘅孝心所感動，於是施予幫助，給予佢足夠嘅金錢，讓佢可以完成父親嘅葬禮。最終，董永成功為父親舉辦咗體面嘅葬禮，並且喺呢個過程中展現咗堅定嘅孝心。董永賣身葬父嘅故事，強調咗孝道嘅重要性，展示咗對父母無私奉獻嘅精神。呢個故事激勵後人要珍惜同父母嘅關係，並喺生活中實踐孝道。咁我哋平日點樣實踐孝道呢？我哋可以每日朝起早同父母打招呼，放學後又主動詢問父母一天嘅工作情況，主動幫忙整理自己嘅房間，保持家庭環境嘅整潔，幫父母準備簡單嘅餐點，例如涼菜或者水果拼盤。我哋又可以注意父母嘅健康，提醒佢哋要多喝水同埋休息。見到父母攰嘅時候，主動提出要佢哋休息，自己做返少少嘢。向父母分享自己嘅學校生活或者學習進展，俾佢哋感受到自己嘅成長。當父母有問題嘅時候，主動幫助佢哋解答或者學習新知識。喺特別日子，例如父母嘅生日，我哋可以準備小卡片，寫上感謝嘅話語。我哋又可以隨時對父母嘅付出表達感謝，例如我哋可以講多謝你幫我做飯，或者多謝你接我放學。主動邀請父母一齊做運動、睇電影或者散步，增進親情。呢啲行為唔單止讓我哋可以喺日常生活中實踐孝道，仲可以增強同父母情感嘅聯繫，讓家庭更加和諧。孝道不僅係對父母嘅愛同尊重，更加係對家庭、社會同文化嘅負責任態度。每個人都可以通過簡單而具體嘅行動嚟實踐孝道，從而促進家庭和諧、社會穩定，並承載同傳承中華文化嘅精髓。孝道係一種美德，值得每個人努力去實踐。我哋一齊實踐今年嘅價值觀主題：孝親盡心愛父母，責任盡力齊做到。除咗我哋嘅父母之外，老師每日為我哋默默耕耘、無私奉獻。老師用辛勤嘅付出，點亮咗我哋求知嘅道路。老師就好似我哋父母一樣，愛護我哋都好似尊敬父母一樣，尊敬我哋嘅老師。喺課堂上面，老師唔單止傳授知識，仲會教導我哋點樣思考、點樣做人。每一個問題嘅解答，每一次內心嘅指導，都係老師對我哋無私嘅關懷。老師教我哋唔單止係書本上嘅知識，仲教我哋面對挑戰時勇氣同埋堅持。喺我哋遇到困難時，係老師鼓勵我哋要勇往直前。今日俾我哋向所有辛勤耕耘嘅老師表達最崇高嘅敬意，感謝你哋無私嘅奉獻同無限嘅愛心。願我哋喺今後嘅學習生活中，能夠唔辜負老師嘅期望，努力學習，積極
極進取。最後祝願每一位老師身體健康，工作順利。而